无上数，一顿冷麦捡起来囥，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真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比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也着快乐。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真情步步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比袂着上苦。什么困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你讲，无能的咯，即马一家人拢拖你啊！也有老爸，也有老母，也有囝，一家人欢喜。敢若我感觉无有亲像一家人，我。就艰苦，搁有迄死姑娘啊，迄袂歹长迄姑娘啊，秃头迄，这人面头前假笑讲，我独身啊无娶某。好惊，你有要紧吗？我要紧，我困者，我困者。你若是要困哦，我扶你倒去你房间困啦。免，你莫甲紧张，甲紧张，我会想要搁吐，我会愈艰苦，我家己行，我莫甲紧张，莫甲紧张。我会啊，我会啊。你的鞋啊，我会啊，穿在你的脚。哪有？我会啊咯。是啊，你别讲，我想要吐。你别吐啊！别吐，我讲。我可不能干苦，你能怪着我，能给人拢怪着我，我可是我就不破，我就不我就干苦。
阿母，你哪袂困啊？我困袂去啦。你是毋是伫咧为着今日的代志？阿母，我是真正想要去看你，我是真正关心你。是嘞，阿母知影你是一个真好的囡仔。今仔之中讲话拢是气话，你千万莫放在心肝顶。咱嘛唔通因为伊拒绝咱，咱就无搁去关心伊。以后你若是有闲，爱定定等来看伊，嘛爱记姨妈讲的话，知影无？好，较早休困。 自从我捌代志以后，我拢是家己照顾家己，从来就毋捌有人替我加过被。你细汉捌代志以前，阿母嘛捌甲你加过被，这是一个做人老母应该做的，敢不是？头家，这阵咱规伙规还未出关，就叫警察扣去啊！怎警方一直在找咱负责任？哪会遮尔啊无势力啊？该安踏咱毋是拢有安踏，该照顾嘛拢照顾，啊哪会阁发生这种代志？赶紧去找一人来打。是。阿文杰啊，你啊照快甲转来啦！你安知我今仔甲阿母拄着啥？我拄着志仁呢，伊要甲伊的亲戚老母做伙，讲要来遮看阿母。你想看卖啊呢？伊带伊的亲戚阿母要来看阿母。阿文杰啊，恁阿母人呢？伫咧房间的啊。 淑珍啊，你莫阁安尼啊，好无？你啥要家己过甲遮尔啊艰苦？志仁若是你的，伊自然就会倒转来；伊若毋是你的，就算讲你逐工求神拜佛，逐工哭，逐工闹，伊嘛共款袂转来啦。紧叫伊阿母啊，伊无可能转来啊！既然伊若无可能转来啊，你阁遮尔啊艰苦，是要创啥？ 即马同重要，就是你甲家己照顾好。你若身体好，我能够带你去游山玩水，咱来好好过日子，敢毋是真好？好好啊过日子，我若想着建昌伫遐，甲周文英走伙；我若想着志仁嘛伫遐，叫周文英阿母，我的日子都过袂落去啊！建昌志仁，建昌志仁，你的心肝内就敢有建昌甲志仁？ 啊，我甲志忠呢？阮两个人逐工陪你的身躯边，阮两个算啥？你咧哭的时阵，我就爱安慰你；你咧闹的时阵，阮两个人就爱忍受你。我事事项项拢爱想着你，毋敢有你受到淡薄仔刺激。阮处处咧替你设想，啊你咧？你根本就毋知通好照顾你家己。我感觉哦，起笑的人毋是你的，是我。 我起笑，我是一个笑，你莫吵我。淑珍啊，你出去，你若无要出去，我就要起笑哦。
淑珍，你出去！你出去！出去！你出去！你出去！有一曲中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阿姨，高早，高早。我本来想要甲饲啦，毋过既然你经起来，无麻烦你甲饲好无？我要出来买菜哦。 哦，我来听伊个。哎呦，我来困咧半夜眠床啦。啊，来等我提啦。要休休。哎呀，打，半夜啊。 志玲，你起来，来食早顿啊！志玲，啊，你哪一直甲阿母看？那我食早顿。阿母，我伫咧看你的眼神。眼神？什么意思？阿母。 我看会出来，你对阿爸真关心哦。我拄则徛伫咧后壁看你饲阿爸的时阵，恁两个看起来就像一对翁仔某的呢。志玲，莫阁讲这啊啦，食早顿。阿伯，恁奈无一暝皮无穿衫啦？ 来食饭啊！我着外打精神呢。好啦，我来穿件衫，你们来了吼。好。嘿，阿好啊，你来通我摕咱米酒杯。无啦。哎呦！ 敢是文玲的面罩被，你通我摕，你靠文玲？无啦，母啊，你唔通胡白讲啦，唔是安尼啦。我着昨暝哦，走去食个人喜酒啦，我啉烧酒醉啊嘛，唔知影，我唔知影哪会走去文玲的房间困去咧。大母人大母姐啦，做代志袂晓控制，逐摆若啉烧酒吼，都啉甲着醉茫茫啦，拢去文玲的房间困。反正文玲敢为了照顾你，规夜拢无困咧。 我嘛咧烦恼这，我唔知甲文玲讲啥，我嘛唔知做啥。拄则文玲敢掠我房间看，敢会？阿母啊，拜托，你甲文玲谈者，看我有甲讲啥无？好。哎，哪有啥物通我谈？等你甲文玲哦，较讲嘛遐个话，啥物咧？我爱你啦，我会好好照顾你啦，我会等你一世人啦。阿母已经听20-30年啊，听甲拢会晓暗念啊啦。 阿母啊，我无烦恼用讲的啦，我是惊用做的你。你无迄个胆啦，若要做吼，你早就做啊啦。好啊，但大母人大母种啊吼，家己身体爱会晓照顾，烫拍体，衫紧清清的啦，唔过去寒着。是讲。 我老母讲了嘛有影，但我也无胆，哪有可能做迄款代志？
还是讲即摆什么时阵？我阁甲阮恁讲遐个话，啊，你们大家加演去。啊！哦，我真正感冒呢。有要紧无啦？无要紧啊。较好啊。阿母，我甲阿爸住伫遮，敢会影响恁一家伙仔生活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恁会无方便无？免哪会袂方便啦？若是我，恁阿伯、姨妈，还阁有美娟，因大拢足欢迎你来遮住。啊，你哪有这种想法？阿母，我知影，阿伯对你的感情真深，而且李冠佑嘛甲我讲过，恁斗阵生活已经有20几年啊，是安怎一直到即摆拢还袂结婚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恁阿伯对阿母，就好亲像你甲美娟同款，是兄妹仔感情。这20几年来，恁阿伯照顾阿母，照顾甲连伊家己拢无错。即摆伊年岁嘛大，换阿母来照顾伊，这嘛是应该呀。姨妈，阿姨，你起来，还是来食早饭啦？文英啊，你跟我入来一下。阿姨，什么代志？文英啊，昨暗阿福啊，是毋是困在你的房间？是啊。阿又甲你安怎无？有一曲中呀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。阿又甲你安怎无？无啦，无啦。哎呦，那真无胆。阿姨，你是咧讲啥啦？无啦，无。哎对了，阿又甲你讲啥无哈？有啊。啊是讲啥？伊就讲，我甲建昌还阁有志玲一家伙仔团圆，讲大家拢无要插伊。还阁有咧？伊还阁讲哦，希望我亲像以前同款，安尼去关心伊。可是我若无安尼做，伊的心肝内就会足艰苦。哎呦，我都知啦，互我约甲准。哎，我都知。哎，你讲啥？讲无人关心伊哦。啊，等你建昌志玲，咱大家拢是一家口仔咧。啊，建昌身体无方便伫个，啊，得加加照顾一下，加加关心，敢讲安尼也唔对是？啊，搁再讲到阿福啊，咱好脚好手啦，是需要什么关心，需要什么照顾？搁再讲有我这个老母伫个，敢讲我这个做老母的无甲关心是？嘿，唔知你讲的什么话，乌白讲，七彩讲了伊啊！阿姨，我知影阿福遐是酒醉啦。好啦，莫插伊啦，哦，若无安怎就好啦，莫插伊。恁讲煞？啊，煞，无代志啊。阿母，我是想讲，小弟要来去大学出一撮。你毋是有甲我讲过，唔通互人一摆拒绝，就要去共关心啊？搁再讲，我总有望到伊，一直咧叫我的名，我想要回去看伊，好无？好，真好，你赶紧回去看伊，吼。安尼好啦，文英啊，恁会当吼将过去迄温暖甲化消，啊会当搁互因啊互相关心，真好，我足欢喜的啦。无参像迄个阿福啊，哎呦，鸡仔肠鸟仔肚啦，啥物代志都安尼遐爱计较。我踮咧厝的吼，看到伊的面是愈看愈恶杂。志玲啊，你要去大厦厝吼，规去姨妈陪你来去啦。我同我顺续出来安尼行行咧。好啊，啊无咱即摆来去啦。好啊，好。阿母，我来去哦。好，较细腻的吼。
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，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。